在痛，有人在笑，差別只一個字，接觸不到亦難奉獻，只原地轉圈。我唔會了，但也明白了，是太堅持令他沒意思。那熱情體溫還未變，才活到今天。唯獨怨恨自己，為何未學識分身，導致他的身邊不夠情人慰問，才會遠去了我，找不到偏愛原因，該怎麼死心？萬恨他仍憐憫，自我這旁觀身份，還會剩下至少一點氣氛。我相信多等一等，也許絕地放生，別理他在何處，他何時轉身。但也明白了，是太堅持令他沒意思。那熱情體溫還未變，才活到今天。唯獨怨恨自己，為何未學識分身，導致他的身邊不夠情人慰問，才會遠去了我，找不到偏愛原因，該怎麼死心？萬恨他仍憐憫，自我這旁觀身份，還會剩下至少一點氣氛。我相信多等一等，也許絕地放生，別理他在何處，他何時轉身。唯獨怨恨自己，為何未學識分身，導致他的身邊不夠情人慰問，才會遠去了我，找不到偏愛原因，該怎麼死心？萬恨他仍憐憫，自我這旁觀身份，還會剩下至少